反正要吃宵夜，要去花园夜市，好不好？花园夜市宣布加开星期五，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找来唱跳人气男团 Energy 来助阵，用16吨炒热现场气氛。现在是团员们还一一列出自己的必吃清单。归队的舒伟还说，台南的美食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适逢花园夜市20周年庆，现场也推出付200换300的优惠活动。之后每周4至周日变成连续营业4天。4、5、6日的话，就是他们连续4日，依他们来说，他们上下摊会比较方便。那第二的话，游客的部分也是蛮多人在问说，为什么你们星期五都没有开？因为蛮多人在问的所以也是因为游客这个部分，我们才想办法加开星期五这个部分。夜市是台南市民的日常，也是旅客来到台南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。市场处的吉祥物夜骑鸭也持续在各大夜市游走，协助推广夜市的文化魅力。但夜市其实在不管是国旅啦，或国外的游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地点。台南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特色夜市，像花园夜市这边，他们今天加开礼拜5的部分，其实也是思考到说，整个市场性部分其实是可以带动。原本朗朗上口的台南夜市口诀是大大五花大五花，如今重新洗牌，3大夜市周5齐开讲课，让周末的台南热闹非凡。记者是怀谈的报道。